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府要来开放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来进口。卫福部嘛来公布着安全的用温量，但是嘉义市政府开出着第一项规定零检测，已经甲驻地条例修正案送议会来商讨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中央归中央，地方归地方。到时阵，伫个嘉义市，就算含3肉精的猪肉有来符合着中央的规定，也是会去互罚款3万到10万块。发片的来源是倒位，国产的也是进口的，拢爱写清楚。就惊讲3肉政府民众袂安心，嘉义市政府态度真坚定，不管中央用稳的安全带是偌济，来到嘉义市就是袂使有3肉精。如果在这中央所定的安全容许标准以内的话，我们处以3到10万的罚款。法令可以修改，健康是不能重来的。我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驻地条例将会送议会完成2、3读，这是地方政府开的头一枪。就算符合中央安全的用稳量闹3肉精，又按被罚上悬10万块。反对美术馆售肉精。台南国民党议员嘛咧发口号，嘛要提案增订驻地条例，要求若验出3肉精上悬，会使罚100万。要展开联署，希望讲得到更较侪议员的支持。若议会通过了，阮希望会当申请司法院解释，安尼甲袂去中央交地方万来乱去啦吼。但是地方的法规碰到中央法规是否属于有效，这个部分要请法学专家来做一个处理。上有政策，地方嘛有对策陆续要进行驻地条例修订，要求袂使有3肉精，中央甲地方即马咧大斗法，互心理人甲民众煞唔知要安怎较好。